西姆啊，你嘅粵語講得咁好啦，咁啊，我帶你嚟一個地方啦。邊度啊？呢度咧，你望下。哇！呢個係真唔係啊？呢個嗱，我考下你啦，你粵語咁好咧，呢個嘢喺粵語叫乜嘢？呢個你可以用其他嘅一啲地名啊咩嚟形容下？我覺得喺山東省咧有一個地名好似嘅，同埋美國咧都有一個州嘅。哦，美國嗰個州我知啊，嗰個州係賓夕法尼亞州，6個字嘅，簡稱誒，咁啊，大家知唔知簡稱係咩咧？呢個嘢咧，你覺得咧佢似乜嘢咧？我覺得佢似即係，不如你講啦。呢個嘢咧，有人話咧佢似一個手掌，嗱，大拇指啊嘛，另外嗰隻手指啊嘛，係咪啊？其實呢度咧係有一個文化喺度啊，因為即係中國人講個祖宗嘅祖啊。祖宗嘅祖啊，咪一個嗰個士字旁一個且。其實祖宗嘅祖咧，佢最早就係來源於呢個圖騰嘅崇拜，係啦，因為呢個圖騰咧，佢嗰個形狀啊，即係喺人體上嘅佢嗰個形狀咧，好似嗰個而且嘅且，係啦，好似嗰個而且嘅且，所以呢個圖騰咧就係最早嘅生殖崇拜，因為有咗呢樣嘢咧，先至可以傳宗接代。係啊，覺得我哋廣東係咪人傑地靈、地大物博啊？呢個真係唔單止文化上邊係博大精深，就連景象都係咁係嘛宏大嘅。